认识陶艺家麦传亮，从奶瓶喂鱼开始。鱼怎么会跑过来？鱼还会张开嘴巴，鱼还会抢食。这一天阳光洒落，麦传亮的桃花源里还有蝴蝶翩翩飞舞，是他要传递的另一种心境。人有时候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淬炼之后，才会有不同的视野。将视野投射作品，茶纳杯系列入选台北县10大伴手礼。去除茶渣的设计背后，隐藏文化含义。这是台湾头，台湾的头。那你泡完之后是令台湾头啊，不能只是我只头啊。子孙会出头。对。它呢，令台湾妹哈，不能做事情又挑又妹。隆起的山峦像台湾玉山，外圆内方意味规矩原则。太极生两仪，阴阳调和。而日月潭让喝茶变得更浪漫，更受欢迎的是如意。我们一生中有时候不能事事顺利嘛，那我们求的希望能够平安或是如意，然后得人意得天意做事业比较顺利。轻松顺口溜，信手拈来，好记又讨喜。用视觉传递美学概念，让每件作品都有中心思想，活络了起来。这又是另外一套特别组合。对，它是用台湾的元素这是一个台湾的造型。台湾现在办的花博会嘛，那把5个台湾摆在一起，变成一个桐花。哦，然后又有蝴蝶的概念。对。然后亚空董其一五冲一啊，这东西很有创意。你爱买这个啊？老师说海陆，这是我设计的。之前我们说，亚黑矮沙给给，这是我设计的。发展文创除了文化内涵，感动人的元素加持是非常重要的。麦传亮擅长用淋雨3言2语直接让作品打入人心，而从他的身上我们也看到了行销的新活力。亚红董席一油冲一，亚黑矮沙给给，亚红董席一油冲一，亚黑矮沙给给。